对肉体生的是肉体，对神生的是神。今仔日是大感节的第4个主日，甲第5个主日。第4个主日，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启示甲仁爱。点着第4支的蜡烛，这是天使的节，提醒咱天使宣扬主基督为着咱世界带来和平的信息。基督是和平的人君，咱甲上帝、世人恢复良好的关系。第5个圣诞主日所代表意义就是降生。伫遐点到中的蜡烛，这支蜡烛就是基督的节，提醒咱基督是圣诞故事的中心。伫遐咱看到中以及白色的蜡烛，是代表基督是世上的光，这是欢喜庆祝的时阵。基督甲咱同在，使咱有盼望、有仁爱、有喜乐、有和平。伊完成了先知的预言，救主已经降临。这时，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学了上帝。圣诗181首，圣诗181首，同心学了天父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就是咱，请咱徛伫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要来到这个世间，在2000多年前，你要来过这个世间，你看到阮人类真侪的重担，真侪的土气，真侪的埋怨，真侪的无奈，真侪的怨啜。你甲阮对阮的一生充满了绝望，
总是阮家在，你真正有来到这个世间，阮的性命因为安尼来得到圆满，阮的罪恶也得到救赎。你才是阮人类唯一的拯救甲帮赞。当2000多年来，你的名伫逐世代受称作奇妙的牧师、全能的上帝、永远伫地的爸、和平的人君。你也是迄个以马内利。有一个婴仔为着阮世间人来出世，这个故事伫当年这个时阵，阮在流传，阮而家在纪念。有人掠做荣耀的君王的出世，应该是出世伫美丽的皇宫，总是必然的美泽，却真侪你来到世间的第一个记号。有人掠做救世的君王，应该是着带着大队的天兵天军，分着扫角来降世。总是你伫清静的暗暝，点点来到世间。有人也掠做大欢喜好消息，应该是着大声来报迄个有关系、有头面的人。总是你却大声将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来报伫旷野微微的故乡的。伫马座来出世，代表你的谦卑；伫清静的暗暝，点点来到世间，表明你就是和平的人君。大声报这个好消息，互微微的故乡的，搁较表明主你看重遐个滋味细的，互因有圆满。但逐年当阮咧庆祝纪念主你的圣诞的时，求你也降生伫阮的内面，踮伫阮的内面，将即个救恩的喜乐赐予阮。因为你的降生，为着阮带来永远的圆满。当阮在少年你为着阮所流露一切的拯救甲恩典的时，愿阮也会晓亲像早时迄三个同远的博士，欢喜甘愿将阮上好的黄金、乳香物料来献予你，将这个大欢喜的福音传予阮四周围的人，互人们主耶稣基督真侪一生上好的祝福。以上阮用安尼恳求、感谢、阿乐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要甲咱做伙来启用，伫圣诗后壁面的启用文第39，也就是对以赛亚书第2章所来的，咱要用我来启，也是姊妹来用的方式，伫金幕的所在有启用文第39，伫将来的日子，上主的殿的山。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。来做声，万国万民会来讲，咱来去上上主的山。伊会用伊的道路启示咱。律法会对释安发出，伊会伫国中施行审判，因会将刀拍做犁头，这国无个夜刀攻击迄国。雅各的家啊，就来。
有一位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。伫遮我要用白话字来读。伫任何所在有国语版，请咱若看国语版的人伫遐来看音乐。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，我用台语来念。国语版的在荧幕上面，请大家一起来。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，且安尼记载讲，耶稣基督的出世，记伫下底，伊的老母玛利亚已经做约瑟定着，也未娶过门，就对圣神有信任。伊的丈夫约瑟是伊的人，唔爱显然办伊，按算要暗钱配亲。第20节，在想的时，有主的天使伫伊的迷梦中出现讲：大必的后裔，无得惊，就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，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，伊要生囝，你就叫伊的名做耶稣，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，脱出因的罪恶。这个事拢正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，讲你看，在媳妇要新因生囝，人要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，翻译就是上帝甲咱立地。约瑟困醒起来，照主的天使所命令去行，带伊的某过门，无甲伊同房，到伊生囝，就叫伊的名做耶稣。以上，这是要请题目师来讲道。今仔日的题目是要有在媳妇怀孕生囝。大家平安，各位平安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！咱互相来祝福一下。好，我们彼此互相祝福，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哎呦，我的手好冰。圣诞节是咱咧为着主耶稣万王的王降生的日子。圣诞节是为了庆贺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。伊是个神，他是神，但是伊选择真做人降生到伫人间，却选择成为人而降生在世界上。所以按照着肉体来看，所以照着肉身来看，耶稣是头一项，伊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第一个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伫创世纪12章第30节安尼在讲。创世纪第3节这么说：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地上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。所以咱要因为耶稣来得到福气。我们要因为耶稣而得到福气。第二个，记载伫撒母耳下卷，在撒母耳记下7章12节到13节。第7章12到13节。伫遐讲，我要设立你所出的后裔来续接你，我也要坚固你的国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。这个是甲代表讲的。这是对大卫王说的。所以耶稣的出世，所以耶稣的出生是对这两个圣经节的应验，是对这2节圣经节的应验。所以咱来看马太福音的第1章第1节。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说，伊就讲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必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咱拄则无读前迄个家谱，我们刚才没有读前面的家谱，咱为18节就开始读。我们从18节开始，咱看到遐个圣经在中间，看见这些圣经节当有中讲到4个角色，有说到4种角色，咱要对这4个角色伫遐来学习，我们从甲来领受。当中来学习领受。头一个，咱看见在媳妇玛利亚，第一个，我们看在童女玛利亚，伊是尊主最大的。是尊主为大的。伊伫拿撒勒的即个小城市中间，在这个拿撒勒的小城市当中，伊已经订婚，但是还未结婚。已经订婚，但还没有成亲。咱今仔日看这圣经节，今天的经节，
另外，还有一节记载伫路加福音，另外一处记载在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的第1章26节到56节，路加福音第1章26到56节，会有天使甲即个玛利亚的对话。这边有天使跟玛利亚的对话。天使讲，当你要怀孕生囝，就甲伊号名叫耶稣。天使说：“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”玛利亚讲，我都还未嫁人，怎样有即种代志？玛利亚回应说：“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会有这事呢？”迄个时阵，天使佫讲，圣神要临到你，至高的权能要庇应你，所以对你生的要称作圣，做上帝囝。天使回答说：“圣灵要降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”玛利亚马上回答讲：“玛利亚马上回应：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。”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听起来敢若真简单，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其实玛利亚。但是玛利亚有真大的忍受真大的侮辱，可能发生伫伊身上。她忍受了很大的羞辱在她身上，因为还未结婚，就伫迄个所在有怀孕要生囝。因为还没有结婚就有怀孕，但是伊愿意互圣神怀胎伫伊的身上。但她愿意让圣灵怀胎在她所以身上。伫即个路加福音第一章47节安尼讲。所以路加福音第1章47节说。我的心尊敬主最大，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。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而且咱看见玛利亚，这边我们看到玛利亚，伊是尊主最大。她是尊主为大。所以伫遮要问咱一句话讲，咱毋知我哪会当尊主最大？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：你我可以凡事尊主为大吗？玛利亚所以后要面对的问题，不是简单的问题。玛利亚所面对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问题。咱即马可能讲无结婚就囡仔，敢若是真伟大的代志。现在未婚生子也许是很平常的事情。真侪这明星就是安尼宣布。很多明星就这样的宣告。那毋通袂记咧迄个时阵。但不要忘了那个时代。那未婚生子是要用石头钉死。未婚生子是会被人当石头打死的。免经过审判。不用经过审判。就有即种死刑伫咧。就有这种死刑存在。玛利亚答应讲要互圣神怀胎，就要面对即个问题。玛利亚答应让圣灵怀胎，就会面临到这个问题。所以等于讲，我尊主最大。所以他说：“我愿尊主为大。”这是真大的一个决心伫。这是非常大的决心在里面。咱毋知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我们是否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碰到即种冤枉的代志？有遇到冤枉的事情？有碰到即个委屈的代志？有遇到委屈的事情？还是甚至讲教会伫年底呼召真侪人来做服侍的时阵，或者教会在年底呼召很多人来服侍的时候，咱毋知当存着即种心未？是否可以存着这种心？讲我尊主最大。说我们尊主为大。你若爱我安怎做，我就安怎去做。只要我怎么做，我就顺服来做。虽然碰到真大的困难，虽然会遇到蛮大的困难。第二，咱看的角色。第二个我们来看的角色是即个约瑟。是约瑟。圣经讲伊是一个义人。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。义人的意思是啥物？义人的意思是，伊是要遵照上帝旨意来行的人。他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来走的。所以伊无可能即个玛利亚伊还未甲伊结婚，你来侵犯着伊。所以他不可能侵犯尚未结婚的未婚妻。义人嘛是一个仁慈的人。义人也是一个仁慈的人。伊甘愿不爱去公布这项代志，伊伫迄个所在来忍受有可能的即个侮辱。他宁愿不公开而暗暗忍受这种侮辱。所以就要按钱来取消这项婚事。所以他想暗暗的取消这门婚事。但是这个时阵，但这时候天使出现，天使出现，甲伊讲这个代志，跟他说明这个事情。甲讲你就要继续娶这个玛利亚，因为是圣神怀孕。说你要继续娶玛利亚，因为她是圣灵怀孕的。约瑟就照安尼行。约瑟就遵照这样走。虽然看见一个义人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义人是敬畏顺服上帝的人，是一个敬畏顺服上帝的人。伊愿意顺服伫上帝的引带，愿意顺服神的引导。
同款咱要来想讲，你我愿意成做迄个义人，一样，你我愿意成为一个艺人吗？啊是咱依然常常用家己的心意、家己的意思做主。还是我们常常用自己的心意跟自己的意识来做主？咱毋知当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未？我们是否可以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？第三个，咱看见是主的使者，第三个，我们看到主的使者，伊是来报好消息。他是一个报好消息。咱看主的使者伫即个约瑟当咧怀疑、咧想的时阵，主的使者在约瑟怀疑、考虑的时候，伊就出现，甲伊讲，即个事实就是圣神怀胎，跟他说明这个事实是圣灵怀胎，佮爱约瑟就甲带过门来，要约瑟来迎娶玛利亚，所以互伊知影事实，让他了解事实，佮甲伊讲你着爱安怎做。告诉他该要怎么做。所以，即个主的使者是来讲好消息，佮报人知爱安怎做。所以，这主的使者是来报好消息，让人知道应该要怎么做。咱嘛是万民该祭司，我们也是万民的祭司之一，所以咱嘛会当成做主的使者。所以我们也可以成为主的使者。恁来伫迄个及时甲适当的时阵来讲报即个合上帝心意的好消息。我们可以成为主的使者，及时而且适时来报合神心意的好消息吗？咱毋知对咱嘴讲出来话是造就人的话无？从我们口里所说的是造就人的话吗？还是一寡八卦？是一些八卦？还是一寡无造就人？还是一些没有造就的话？甚至咱来传迄个谣言，或者是传播谣言，甚至来伤害人，甚至伤害到人。毋通袂记咧，咱拢是主的使者。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主的使者。主的使者敢若会报好消息。主的使者只会报好消息。敢若会报下伫主心意的。只会报合神心意的好消息。这三个角色拢诚做咱爱来学习的功课。这三个角色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。这三个角色要完成一项代志。这三个角色要完成一件事情，就是主耶稣要来诞生。就是主耶稣要诞生。主耶稣伊道成肉体要救赎人。主耶稣要道成肉身来救赎人。天使对约瑟伫遐来显现。天使对约瑟的显现。啊，伊甲带玛利亚带过门。要他只管迎娶过来玛利亚。因为伊是圣神怀胎。他是从圣灵怀胎的。所生的要名叫做耶稣。所生的儿子名叫耶稣。因为伊要对百姓中间，罪恶中间救百姓出来。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所以马太引用以赛亚书7章14节安尼讲。马太引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这么诠释说：这个事拢正是要应验主托先知所讲的，讲你看，在些女要怀孕生囝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主耶稣为在些女怀孕生囝。主耶稣从童女怀孕生子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事。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事。因为咱看，因为我看，上帝伊是绝对的圣洁甲公义。因为上帝是绝对的圣洁跟公义，所以伊袂当甲迄个有罪当做无罪。不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。伊嘛是绝对的慈爱，而且他是绝对的慈爱。所以伊嘛袂当接受讲，这个人是我用我的形象甲优秀来做。所以不能接受用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，但是陷入伫永远的沉沦中间。现在永远的沉沦当中。所以上帝用道成肉体，成做人来到世间来救赎人。所以上帝选择以道成肉身成为人，来到人世间来救赎。在些女圣神怀胎，童贞女圣灵怀孕，甲查甫人无关系。男人没有关系，甲罪嘛无关系，罪无关，所以伊死出来才当担当咱的罪，所以才可以担当我们的罪。咱看一般的民间信仰，一般的民间信仰，伊用鸡鸭牛羊来做牲礼，用鸡鸭牛羊等生礼，要来代替人赎罪，要替人赎罪，咱就知这是无对等的。知道这是不对等的。一个是动物，一个是人。一个是动物，一个是人。为下较低层的要代替较高层的。有比较低层的要来代替比较高层的。但是主耶稣是较高层的，要来代替咱这个低层的。主耶稣是比较高层的，来代替我们人是比较低的。所以咱通知影讲，道成肉体的神。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神叫做耶稣这位，名叫耶稣。伊的意思就是救赎者。意思就是救赎者。人要对
罪恶中咱来得救，人要从罪中得救。在小女怀孕生囝童女怀孕生子是绝对必要的，是绝对必要，嘛是唯一的救赎方法。而且是唯一的救赎方式。这是上帝智慧的安排，这是上帝智慧的安排。咱人无可能想出来这种方法。我们人没办法想出这种。那呢，耶稣的名叫做以马内利。不仅这样，耶稣的名字也是翻译成也是以马内利。以赛亚书安尼讲，以赛亚书说，有在小女要怀孕生囝，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甲咱伫地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主耶稣毋是干那救赎咱，而主耶稣不仅仅是救赎，伊个永远甲咱伫地，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因为伊是以马内利的主，他是一位以马内利的主，毋是一时啦，不是一时的，是永远。是永远。你若想到安尼，你会感觉何等的宝贵。好，我们想到这样是会觉得何等的宝贵。真正上帝疼世间人。上帝爱世人。咱看约瑟、玛利亚、主的使者，拢尽因的责任。约瑟、玛利亚跟主的使者都尽了自己的责任，耶稣就顺利来降生。耶稣顺利的降生，耶稣就开始展开伊的这个救赎的工作。耶稣展开他的救赎工作，伊是伫架顶完成，在十字架上完成，但是继续甲咱三个做伙，并且继续的与我们在一起。这个才是咱逐摆咧庆祝圣诞节主要的意义。这才是我们庆祝圣诞节主要的意义。毋是干那伊诞生，不仅仅他诞生，毋是干那伊救赎，不仅仅是救赎，伊个是以马内利的主，他也是以马内利的主，永远甲咱三个永远跟我们在一起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这是非常何等的恩典。但是咱人爱安怎回应？我们要如何回应呢？人袂记咧主耶稣的大使命，我们要记得耶稣的大使命，爱咱去传福音，传福音，互万人成做伊的学生，让万人成为他的学生，嘛会当领受伊的福气，也可以领受他的福气，来领受伊的疼。领受他的爱。愿上帝祝福伊，愿意照安尼去行的人。愿上帝祝福愿意这样行的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一起祷告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早时为阮世间人高正着体到伫地面，毋是要享受荣华富贵，乃是要为着人受难伫即个所在，定是一个老宝贵来救赎阮。毋但救赎阮，你阁诚做以马内利的主，你永远甲人阮三个伫地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阮献上阮满心的感谢。伫圣诞节时，不管阮是透过倒一种方式，是赞美礼拜，还是阮有一个一个宴乐，还是三个人食，还是一个喜乐，等等，这拢想着要将这个喜乐显明出来，可当报人知。求主你赐福给阮每一个心上，你诚做真正迄个阮每人心中迄个以马内利的主，而且献上感谢甲恳求。这时阵当心用主所教是主导阮来祈祷讲：阮是天你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。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，咱的用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是咱要来举行奉献，咱请咱的执事来举行奉献。古用奉献的时阵，无需要来报告。咱看周报第一页周报第一页的所在，咱的消息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第4，主日才正到伫大港这个圣诞节，所以咱踮第4日有起，咱来知影伊的这个意思伫咧。咱可能阁有用诗歌圣歌伫要带咱来敬拜上帝，听世间人。咱煞落阁有爽大的毕业典礼，阁有即个庆祝会。了后时阵，咱中昼要做主餐吼，咱较等来阁报告，请总务部长来报告较详细，迄阵咱注意来听。还有伊会图伫即个第9页的所在吼，你会倒伫遐吼。然后咱看第3大点。
明年度的即个圣礼典是1月初5，咱会记咧已经有咧开始咧面谈啦吼，咱1月26要举行即个定期贺会，咱会到年尾所以咱要结销吼，所以会记咧各单位若要请款，会记咧去请款咱明后礼拜咱会关销吼。图书馆为今仔日开始休到1月初5才阁开放。传道部要甲咱讲，后礼拜咱有即个咖啡福音伫1楼的所在，请咱来参加。咱今仔周报内底拢有接即个社区报吼，即咱出的第2期，毋茫咱会当摕一寡倒转去分互咱的厝边的人吼，互伊知影咱关心着因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甲因讲。嘉光伫即个1月4号，咱要来召开，要来开设聚会的感恩礼拜，伊要先给做聚会吼，咱做伙来参与1月初4的早起10点，这是拜六吼。陶家互助社的消息，请咱来注意。咱看第2个所在，咱来关心着咱的国家内底有即个两岸服贸协议的代志哦。咱无办法总读，才有讲着咱的资料有网址，有即个内底内容需要咱关心的部分。毋茫咱伫咱的信用方面，爱去关心着咱国家甲咱有关的即个代志哦。毋茫才会当将这咱逐人来提起。这是邀请咱大家起立来吟黄伟诗最后一首。感谢你，享受阮有这个福气，伫圣诞的主日，会使过一届来家己圣殿来敬拜，来学努你。主啊，你的主爱怜悯甲恩典，来到三角天地，也来带领阮头前的路站，也恳求主来开阮的心门，享受阮有属灵智慧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来成就阮每一个人的帮助。只是阮要来奉献阮的时间、才能、金钱，成做你圣工的路用，求主亲自来感纳。感谢佛主，安尼感恩祈祷，恳求上好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请坐。咱煞落要请咱的诗班来用诗歌来赞美。伫咧纪念中间时，我甲大家讲看咱的周报内底，咱看咱的周报吼，第5页有咱较咱松大毕业典礼线的这节目的程序。请咱注意哦，咱毋茫会当一气呵成哦，所以刷一个节目的人爱刷伫隔壁等哦。咱毋茫拢为即个所在入来，所以看我即边吼，有输的倒手边为遐入来，所以准备拢等迄个所在出去的时为即边出去哦，安尼互即个顺序会当较延续一下吼。然后咱看即个第9页有咱看食饭的即个吼，较咱总务部部长会过来补充报告。咱搁看第17页是松大吼，松大毕业典礼吼，这刷落去，咱甲咱足够刷新，特别进行咱松大的这毕业典礼啊。所以咱即马将这个时间来到咱的圣歌殿。
什么愿望？总是伫上帝安排完美的时刻，弥赛亚特别降临来完成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应允。定伫黑暗中的百姓，上帝更要照因。就是伫第6个月时，当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去到加利利的小城市拿撒勒，对在色女显现。伊就是已经配定着互大笔家会互的约瑟的玛利亚。天使对伊讲：无得惊吓，玛利亚，因为你是得到上帝大恩的，你要生一个囝，就甲伊号名叫耶稣。看一对受上帝拣选的少年夫妇，
要真侪比赛伫地上的父母，因当会开始去伯利恒的旅程，遵照该撒阿古斯都的出教，要倒转去因祖先的本家做家教。约瑟甲玛利亚到伫伯利恒无偌久以后，婴仔要出世的期到了，伫遐一个卑微的马槽内，玛利亚生伊的头前仔囝，以用布包伊，互伊困伫马槽里，因为客馆无位通互因住。看，迄地方有犹太的古羊的，米是掌边伫固守因的羊群，伫一万里久中间，迄个暗暝真侪因一世人袂捌经历的暗暝。满天星星的恬静暗暝，忽然有主的阳光照因天使出现，带互因大欢喜甲安宁消息。恁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万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，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，就是主基督。忽然有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俄罗上帝讲，伫极悬的位，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，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